来，太子妃。传太医是。八成是有喜了。你也不用害羞啊，这开花结果是自然的事情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传宗接代嘛。哎，想想哈，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？启禀太皇太后，太子妃这是脾胃受了凉，而且喝了鹿羹粥，所以才会反胃。不是有喜啊，并非有喜。退下，退下！太子呢？叫太子来。回太皇太后，近日就是元辰大典，太子殿下今日入了斋宫。入什么斋宫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，懂不懂啊？他父皇这么大的时候，都已经是有2个儿子了，可他呢，20了。是。那个赵良娣不是天天在陪着他呢吗？怎么就不能够有个一男半女呀？啊，那个徐宝林好不容易怀上了。可是说没就没了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身我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抱上玄孙呢？太奶奶，你消消气。哎呦，这气死我了！白驾东宫啊！拜见太奶奶。沐浴焚香过了。是啊。那就好。来人呐，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现在就关到内殿里去，没有老身的吩咐，不许有任何人把他们放出来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，为什么呀？太奶奶，为什么呀？去吧，去吧。您这是，永娘，哎呀，太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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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我们出去！太奶奶，哎呀，有没有人呐？卑鄙！说谁卑鄙？你凭什么骂我？要不是你在太奶奶面前告状，她会把我们关起来吗？皇后娘娘吉祥。吉祥。给皇祖母请安。听说您把太子和太子妃关起来了，不知道他俩犯了什么错？什么错都没有。老身呢，就是想抱玄孙了。皇后，你不想抱个孙子吗？孙媳当然是想了，但是这元辰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太子不去参加，似乎不合祖制。那元辰大典重要还是皇嗣重要？要叫老身说呀，今年的元辰大典呢，就由皇上自己一个人前行就是了。可是什么？老身说的不对？当然了，您是后宫之主啊，老身这么做像是越权了是吧？那好，那现在老身就亲自去给他们开门，让他们出来。
哎，来，哎，好了，您别去。太皇太后，那是孙媳说错了还不行吗？您说的对，还是这子嗣最重要。您想关他们多久就关他们多久，只要您高兴。陛下那里，我自会去解决。这就对了。哎，放我们走啦！哎，怎么又走了？哎，别走啊，永娘！哎，永娘、阿杜，你们在不在啊？哎呀，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哇！香。好吃。你坐在这儿不冷啊？不冷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？你生病了？别碰我，粥里有药。啊？有药。粥里有药？什么药？小芳。你想想你的瑟瑟，你喜欢的是赵良娣，你一定要为他守身如玉，你不能辜负他，不能对不起他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不算对不起他。这都2炷香时间了，不着急。哎呀，我去请太皇太后。哎，怎么起呀？怎么起来？啊！嘘！不是太奶奶。这就对了。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太奶奶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，这就对了。不是太奶奶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太奶奶。这是要憋死我呀！
你就穿这么件单衣，这店内又没生火，你想冻死啊？我才不过去呢。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太皇太后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要不给殿下和太子妃生个炉子吧？万一冻坏了，可怎么是好啊？生什么炉子？相互取暖不就暖和了吗？用得着生炉子吗？出牌。小姐，奴婢今天听说，太皇太后想要玄孙，把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关在了一起，不许任何人放他们出来。还听说，他们在粥里下了那种药，我估计太子也很难把持得住了。小姐，你说如果这次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真的有了小皇子，那小姐……锦儿，我原以为太子殿下心里只有我一人，我便无需再担心我在东宫的地位。可如今我才知道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妾室。即使今后为太子诞下皇儿，也不过是个数字。我只有做了东宫真正的女主人，才可以再不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。小姐，你慢点吃。小姐，你慢点吃。我问你，你那2个最好的朋友要成亲了，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？可我之前看你听到父皇给他们俩赐婚的时候，你一点高兴的神情都没有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？如果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男女，情投意合，那我当然开心了。可他们是因为一道圣旨，不得不在一起。如果一个人连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都没有，那以后一定会有遗憾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以后不会幸福啊？强扭的瓜未必就不甜。就比如你和我，
你明明心有所属，还要跟我关在这儿，你心里能痛快吗？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对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比他们还可怜。我是李朝来和亲的，所以我明明知道你讨厌我，还要做你的太子妃，还要跟你出双入对，做李朝的表率。其实我，其实我，你要干嘛？你不会又要……娘娘是不是觉得太皇太后逼着太子殿下与太子妃生孩子一事不妥？老小孩，老小孩，太皇太后现在的脾气越来越像孩子了，就连陛下都得凡事顺着她的心意。她的心思可是不可忤逆的，就是可怜了我们程银，其实也是好事。娘娘要是当了皇祖母，将来也可以含饴弄孙，添些乐趣。再说，这孩子生下来，也能更加巩固太子殿下在宫里的地位呀。哎呀，那倒是。真要是有了孩子，一来不用再受那赵瑟瑟所惑，二来当了爹，兴许就慢慢成熟了，不会动不动的就与我置气。说起程银小的时候，虽然调皮，但是对我还是恭敬的。可是越是这种恭敬，越让我觉得他是没有把我当成亲生母亲看待。现在想起来，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对他太严厉。毕竟是孩子嘛，让他胡闹一下，调皮一下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娘娘今晚似乎感慨良多呢。人家说这人一老了，越久远的事情就越能想得出来。也许我真的老了吧？或许是我太想让程银留在我身边了。他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老是想起程银小时候。荣双，陪我去趟东宫吧。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太皇太后昨天找了一个相士，已经开始为小皇子取名字了。万一是小公主呢？那也得备着，来日方长嘛。皇后娘娘，太子的衣服怎么会在这儿？回皇后娘娘，是太皇太后不让穿的。胡闹！开门！回皇后娘娘，太皇太后吩咐了，没有她的懿旨，谁也不许开门。娘娘，算了吧，想必太子殿下已经歇息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太子素爱干净，这些衣服本宫命人先拿回去，熨烫干净。等太子出来以后，让他去我宫里拿。堂堂天朝太子妃，居然去明玉坊！哎呀，隔墙有耳，你不知道吗？嚷嚷什么？我就是去开开眼界，又没干什么坏事。
下次你再去明玉坊的时候，带上我啊！堂堂天朝太子居然去明玉我就是去开开眼界，又不是干什么坏事。现在不要说去明玉坊，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去都是个问题。肯定又是那带药的粥，再这么下去，饿都饿死了。得想个办法出去。我有办法。你装病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上次没有痊愈，你装病最合适了。不干，我不会装。来人呐！太子殿下晕倒了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晕倒了！殿下，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还不赶紧请太医去？愣着干什么？是。不！怎么样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太子殿下脉象虚浮，中气不足，故一时眩晕，但并无大碍。是这样，那就请王太医出个方子。你也知道，明日就要祭天了，让他在宫中好好的补养补养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好。太奶奶，那我是不是也不用关在这里了？你也可以出去了。太奶奶呢，也要回到寿仁宫去了。你们听好了啊，把太子妃好好的送回宫里，好好的给她补养补养。是，太皇太后。谢谢太奶奶。白驾回宫。殿下，永娘，我们走吧。施恩，把我的衣服也拿来吧。殿下，您没事啊？是。不是这件，是我进来之前的那件。哦，永娘说那件皇后娘娘昨晚拿去熨烫了，还说等您出去后亲自过去取。皇后？是。那我的玉佩呢？玉佩？母后。太子是来拿衣服的吧？是。我已经让工人熨烫好了。多谢母后。这块玉佩，我常看太子戴着半块，可是另外半块我倒是没见过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。这个是我从西周回来，明远姑姑送给我的。那他可有告诉你这块玉佩的来历？这个他倒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就只是说如果我喜欢，就把这半块送给我，配成一对。
然后让我带在身上，日日思念他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没看见太子带过。我从西周回来，就日日夜夜都带着他，只是你没注意罢了。哦，甚好。那既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一定要把它收好了。是，母后。那孩儿告退了。史恩，你马上去把裴将军找来，说我有急事找他，快去。是。殿下观察皇后神色，她是信还是不信呢？她自然是不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却没有拆穿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担心她下一步会怎么做。皇后一旦对此事起了疑心，就瞒不住了。我们不如先发制人。殿下，明日早朝你就向陛下禀明此事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让我告诉父皇，明远姑姑跟我说，我母后是被皇后害死的。那父皇能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总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好一些吧。皇后心思缜密，她一定会有所行动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从西周不是带回了证据吗？殿下把证据呈给陛下，他一定会相信的。好，明日父皇要与6部议事，无暇见我。后天早朝后，我就去见父皇。我白养了他这么多年，他明知道我的一番苦心，竟然敢恩将仇报。早知今日，娘娘当初就该斩草除根。这些年我与程银朝夕相伴，我是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。他是那么乖巧、那么听话的孩子，他怎么会？如霜，你说程银真的会那么狠心，去向陛下告发当年的事吗？他是我亲手养大的，他是我的孩子，他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娘娘，眼下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，人心不可测，当下之际，我们得先自保才是。难道他一点都不念及？不念及我的养育之恩？早知道今天，
我当初就不应该留他。怎么样？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高婕妤这是喜脉呀！微臣这就回去开几副安胎的方子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恭喜陛下，恭喜妹妹。皇后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么这段时间就要麻烦皇后你好好照顾高婕妤了。陛下不说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妹妹的。姐姐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是啊，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这身子啊，就是有点怕凉。娘娘，娘娘，我这回是完了，我无路可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你别吓着奴婢啊！高如意怀孕了，高家不会管我了，程怡也要告发我，他也不要我了。陛下要是知道是我杀了他的女人，他定会废了我的。娘娘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娘娘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就越要清醒。你放心，如说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不行，皇上会废了我。不对，他一定会刺死我的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该怎么办？快给我想办法呀！娘娘，只要你一句话，能说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我不能让他们舍弃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娘娘，你清醒一点吧！只要你一句话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啊！娘娘，给我下去！统统给我下去！是。今天立正殿，我不需要任何人，都给我下去！是。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也给我下去！是，我下去。您别伤着自己，我下去。下去！是。哎呀，太子妃，太子妃，使恩求见太子妃。石恩，快进来。见过太子妃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回太子妃，殿下昨日从皇后那儿回来以后，就一直心事重重。今日不知怎的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，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，不让任何人伺候。使恩伺候他这么些年来，
头一回见他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不敢贸然去告诉皇后和太皇太后，所以就请太子妃过去劝劝殿下。我去能有用吗？他会听我的劝吗？太子妃，您最近跟太子殿下感情甚好，施恩求您去看看吧。太子妃还是去看看吧。阿杜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看看。李承言，李承言。李承言，出去。是我。我说过，今天殿内不需要任何人，马上走。石恩说你心情不好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我很担心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先离开，这2天不要到我这里来，以后我跟你解释。现在马上走。为什么呀？